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期同大家講嘅樓市事件咧，真係好震撼嚇。相信唔少嘅街坊咧，亦都略有耳聞尤其係唔少香港、澳門嘅觀眾朋友已經深陷其中。今次出事嘅呢班苦主咧，大部分都係中年以上以及長者嘅。之前喺東張西望咧，亦都有報導過，到底點樣嘅情況咧，係令大家咁無奈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先。近年嚟，大灣區樓價大幅回落，吸引咗唔少中港澳嘅準業主入手執平貨。佢哋幾位都係咁啱睇中中山最鄰近珠海嘅一個地方，叫做坦洲，嗰度嘅一個新盤樓花。係幾好嘅，個環境係幾好嘅，同埋佢講嘅所有嘅配套都 OK 嘅，會發展一啲公路啊、學校啊、下邊嘅公園啊，都係啲花花草草啊，設計得你覺得都還好咯。個廚房係好大咯，因為港澳好難有啲咁大嘅廚房咯。香港方面，港珠澳落嚟係好快。個路距又比較闊，裏面啲格局咧又比較合適，所以講當時我哋決定就買咗呢套房噶啦。感覺舒服啊，夠大啊嘛，香港買唔到啊嘛，但係100萬買到1000多車喎。我覺得都幾倉促嘅，其實都冇睇過其他。佢哋博取購買嘅樓盤就係呢個同珠海香洲只有一路之隔嘅朗詩新城。喺23年嘅5月，港人梁生一睇就愛上啦，即日睇，即日落訂，即日去做按揭。2024年大約6月、7月到啦，佢就做晒啲精裝之後咧，就可以收房。嗱，收咗樓，做咗按揭，供緊樓，做埋裝修，入埋伙噶啦。但係喺今年年初準備辦房產證要交契稅嘅時候，佢突然間喺業主群組發現咗件千奇百怪嘅事。即個業主就話：點解個收據嗰度係4棟1單元，我住6棟1單元？同埋呢個屋苑個名唔同咗吓，屋苑個名唔同咗，咁都得嘅咩？梁生所買嘅屋苑周圍都係寫住朗詩新城，但係睇翻佢份買賣合約，樓宇名稱係港澳城邦花園，座數就係6棟1單元。再睇埋當局提示交契稅嘅信息，樓盤名就變為港澳城邦花園匯佳苑，座數仲改為4棟1單元啦，名又改咗，連座數都改埋，業主們都覺得咁係咩玩法啊？我而家譬如我真係交咗契稅，同埋攞埋房產證，即係4棟1單元嘅話，咁我突然間有人揸住6棟嘅房產證入嚟我屋，咁我供緊嗰間屋喺邊度？咁點解有咁出奇嘅事呢？翻查呢個樓盤嘅前世今生，佢原名叫港澳城邦，分4期發展，預計喺22年完成第1期。點知呢頭發展，嗰頭就爛尾，之後先由朗詩地產注資接手興建，23年就改名為朗詩新城出售，24年仲陸續交樓入伙，樓盤名改咗，座數都改埋。朗詩新城嘅業主們而家連房產證都唔敢去辦，因為佢哋擔心房產證所寫嘅地址同銀行按揭地址、買賣合約地址不符，會影響自己嘅產權。因為你間屋俾人改咗名，做咗第二啲嘢，你都唔知。但係一日唔去辦房產證，物業嘅業權都未能確定喎。喺內地咧，如果冇房產證嘅話咧，咁就會有好大問題嘅。咁第一咧就證明唔到咧佢嘅業權。咁因為你證明唔到你業權擁有人嘅話咧，將來呢一間屋需要做繼承啊，或者其他任何牽涉到呢間屋嘅權益嘅問題，喺冇房產證嘅時候咧，咁可能都係會冇效嘅。懷住滿腹疑團，有多名內地業主就去開發商提出質詢。講真嘅，唔講就唔知啦，一講真嚇一跳。有啲街坊買到手嘅樓宇呢，簡直係一沓廢紙咁樣。咁呢一個樓盤呢，原本就叫做港澳城邦嘅，咁後尾呢就改名叫做朗詩新城啦。但係收樓嘅時候呢，又變翻咗港澳城邦，連棟數都改埋。今日買咗6棟嘅苦主咧，就變成咗4棟嘅，而依家幾百個苦主咧係投訴無門嘅，真係欲哭無淚啦！咁背後嘅內情咧係比想像中嘅話仲要離譜啦！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去捋一捋呢一個樓盤嘅前世今生啦。喺2016年嘅7月18日咧，港澳城邦係完成咗政府嘅備案嘅，原本預計喺2022年嘅12月1號咧係交付第1期嘅。咁備案唔耐嘅話，喺2017年嘅3月咧，中建三局華南公司就以35億中標咗施工總承包嘅，即時就開工啦。
當大家都以為穩陣嘅時候啦，點知咧就好景不常啦。2018年嘅1月咧同埋7月，咁啊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喺阿里司法拍賣平台，先後2次去拍賣呢一個樓盤嘅商業、住宅用地同埋地上所有建築物，不過2次都中途終止咗嘅。咁喺呢一段期間呢，發展商中山市天意物流有限公司同時代中國係簽咗戰略合作協議嘅，話就係一齊開發啦，但係之後呢，就係冇下文。咁啊樓盤一直荒廢喺度啦，直到朗詩集團咧真係大手一揮啦，投資咗28億去接手呢一個項目，樓盤正式改名為朗詩新城。但係唔查又唔知啦，一查又嚇一跳啦。無論係舊嘅發展商天意物流有限公司，定係依家新嘅發展商朗詩集團啦，都係問題多多。咁天意物流有限公司咧就有一條係執行人被記錄咗嘅，金額涉及過億。咁仲有7條咧限制咗出境嘅，仲有2條破產嘅案例，39條嘅股權凍結，涉及司法案件嘅話係多達68條嘅喎。咁啊朗詩集團嘅話亦都好唔到去邊度，有4條被執行人記錄，被執行嘅金額咧涉及咗4.62億，仲有13條嘅股權凍結。呢啲數據睇落去咧，就知道朗詩新城嘅狀況到底樂唔樂觀啦。而依家第1期已經延遲咗2次交樓，再睇翻呢一班苦主嘅遭遇啦，好多香港、澳門嘅街坊朋友原本諗住退休度假，見到咁樣嘅廣告傳單，咁樣嘅單價5000幾蚊1平方咧就入局啦。咁啊對比翻坦洲嘅一手樓盤，基本上嘅均價喺12000蚊嘅，咁啊坦洲周邊嘅2手樓價都要過萬，仲以為執到筍嘢5000幾蚊1方。開開心心嘅供緊樓，點知收樓先發現樓盤名就變啦，咁啊棟數全部都變咗，而簽合同嘅時候呢，隱藏嘅條款又冇人提醒，真係陰公啦。所以就話啦，各位捐眾街坊朋友想買樓嘅時候呢，千祈唔好俾嗰啲銷售幾句甜言蜜語呢，少少嘅優惠呢就蠱惑咗，一定要了解清楚呢個樓盤嘅備案信息、發展商嘅背景，了解清楚呢個項目呢，佢有冇黑歷史。唔好盲目咁樣去落訂，如果你一旦買錯咗嘅話，真係日夜都唔安心嚇。雖然話咧最終交到樓，但係你又想平平地買翻間咁樣嘅開發商背景、咁樣嘅項目呢，你又會唔會選擇呢一個屋苑呢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去討論下。咁今期嘅節目呢，就到呢一度啦，各位觀眾街坊朋友呢，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嘅，一定要分享出去俾所有嘅朋友知道啦。大家唔好買樓嘅時候有中伏啦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。